股盘中从纪录起到48218点，不过后来因为大家拢在卖，所以佫跌落来。证券业提醒注意投资的风险。高雄一个大学生哪像长期苦读天文鸟鼠，过程拢互同学甲翕落来。同学表示，上无已经创死30-40只。来看世界气象组织风台委员会呢，是有照惯例，针对一寡造成重大伤亡，也是讲经济损失的这个风台，拢有甲修订因的名号。最近因是有公布9个互人改名的风台，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或者是点心的风台。另外，还有8粒风台呢，已经互人甲除名，新的名号每年会公布。今年开始有9个风台名改换，包含2024年10月底侵台的狂热风台，嘛创下1996年甲当登陆台湾规模上大强烈风台纪录，累计死亡600多人受伤，加真侪民生农业损失，即马改名叫高基。当年同月份登陆的3度2风台造成全国4个人死亡，1个失踪，719人受伤。强风大水雨霜断南台湾，即马嘛改叫布拉帕。其他佫出现结晶改造田蛤啊、鳗鱼改叫点心等，引起讨论。台湾委员会的成员国其实每一年他们都会去检视，有些台风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害的话，那另外就是有可能说，这个台风可能它的意义或者是发音可能有一些争议哦。专家解说，风台改名是风台委员会当年例行的工作。目前台湾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无法度参加改名。但是英国风台名气象署大部分采用英文发音的音译，即嘛是直接翻做中文的意思，像讲田蛤啊、点心等，互民众较好理解。未来这真特别的风台名一定会引起讨论。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一场意外，这是发生在新竹的空军基地。今仔日早起呢，竟然传出真大的声音。这现场是直直安尼庆乌烟。根据初步了解，哪像就是这厂商咧洗油槽的时，唔知影啥原因导火。现场已经传出有1个人受伤，另外也有2个官兵也去砸着伤。看到这乌烟是直直安尼冲上悬，事故发生的地点就是伫个新竹的空军的基地。消防局接到通报，随抽水线来抢救。目前这火势呢已经成功互拍花。虽然讲现场是无人受困，也毋过有1个厂商的人员受伤送病院。另外也有2个官兵伫个军方的医务室。也拿这个导火兼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另外，搁来关心这高雄有1个大学生，哪像是长期来苦读家己所饲的天文鸟鼠，毋是用摔的，而且搁定定甲拍，结果这只鸟鼠全安尼死去，过程拢互同学甲翕落来。等到这当事人毕业了后，正甲来公布。这同学呢是表示讲，上无已经有30-40只互创死啊。目前这校方是等咧调查。我都已经杀24只了，再多杀几只又怎样？林慧无情的口气，无甲冲不起的名当作名，伊是涉嫌苦读冲不起的大学生。有共校的同学看袂过这款行为，甲苦读的过程拢记录落来。因为惊过对方报复，等到最近毕业才甲公布伫网络。大部分的人讲，当事人大学4年伫宿舍饲冲不起，对下学期开始就定拄出现苦读的行为，毋若甲拍佫掠起来上，甚至佫有各种无人道的凌厉做法，上无有30-40只互凌迟死，代志别空引起真侪人愤慨。我觉得每个行为都很可怕，就像他丢老鼠、烧老鼠之类的，就觉得蛮残忍的。可能心理辅导师需要跟他约谈一下，这样子关心一下他心理状况。然后可能要有一些措施，学校关心他一下。共校的同学对当事人的做法真正无法度理解，建议校方介入处理。学校表示，目前也未联络到当事人，不只个宿舍未当饲宠物，若是违规就未当个大。针对苦读宠物饲的部分，现在也甲动保处配合，只要确认是事实，就会做出定处。那在宿舍的部分，它一定是退宿。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回到学校的调查完之后，那有需要做学生的奖惩，那再去奖惩委员会再去做处置。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动保处强调，甲动物苦毒甲死，相当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并科200万以下罚金。已经要求当事人到案说明，同时爱校方加强校园的性命教育，避免类似的代志再发生。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
行政院长杜英泰有去参加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开幕式，伊有讲到最近有来成立反毒的指挥小组，是由政委桂连成来负责，会以4道防线加强查缉。不过讲到由这退休的军人甲警察来当作是第5级的保全入去到校园，这个想法，所引起是社会争议。桂连成是表示讲会听各界意见，也尊重学校的意愿。The forum is now officially open. 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请美国、澳洲、日本、菲律宾等等真济单位来参与，这嘛是台湾第8摆举办。AIT 处长郭立坚伫咧开幕致辞的时阵，肯定台湾积极打击犯罪、扩大证据、共同分享的成果。Taiwan's sustained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remains a resolute leader in the Indo-Pacific. By promoting and expanding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t every level. For U.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e could not ask for a more capable and collaborative partner than Taiwan. 行政院长杜永泰就表示，面对下境犯罪，无任何国家会当一个人拼到底。台湾是愿意和真济国家斗阵来合作的。上时嘛讲到，新的毒品是满满是对社会治理、安全嘛有真大的挑战。面对近期依托米脂的新兴毒品，屡屡造成重大的社会事件，行政院也已将依托米脂透过毒审会来提升为第1类的毒品，同时来加强查缉。为了防止毒品加食毒塞车的问题，行政院最近嘛成立打乌反毒指挥小组，委员桂连成嘛正做负责人之一。伊讲会用4道防线来加强查缉，不一个则拼出互退休的军人、警察组成第5级保全进入校园阻挡毒品的想法，嘛引发真济争议甲批评。桂连成就澄清，相关的规划当咧听各界意见，会尊重学校的自主意愿。他是学校要提出这个需求，然后保全公司去他甄选，那这个甄选的过程是很严格的，包含这个安全调查都会有，他也没有执法权，保全是没有执法权的。那执法权还是需要学校请求当地的警察单位能够进到学校里面来处理。桂连成嘛，一个拜是行政议会会通过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若是有电子婚就会违法，除了会当依法没收以外，嘛会当罚金来处罚。希望安尼会当互主动的力更较强。记者综合报道。那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关心的是，这美国副总统 Vance 呢，伫瑞士甲伊朗的代表来进行头一轮的会谈了后，伊是讲这德黑兰目前已经同意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人进驻，相关的谈判就对今仔日开始啊。另外，这美国也暂时来讨开部分对伊朗的制裁，温准因用美金去买石油。We laid a very good foundation for a successful final deal. The final deal is the house. We set the foundation.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but we've laid a successful foundation. 美伊双方签署结束战争的14点备忘录，设定未来60天要来做谈判。伫咧巴基斯坦也有卡达伫中咧吹桥。美国副总统范苏也个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伫咧瑞士的度假胜地布尔根斯托克做36点钟的初步会议。会谈结束了后，范苏对外宣布，伊朗已经答应和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核查人员入去内底。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会议结束了后，随即空军2号登去美国的副总统范苏，伫咧上飞行机进前，甲记者讲 ，IAEA 核查人员上紧伫咧即礼拜就会登去伊朗。更较侪技术性嘅细节会按日起过，同款坐飞行机登去伊朗嘅首席代表卡里巴夫嘛真欢喜讲，会议佫讲到一条120亿伊朗资金改动嘅协议。另外，伊嘛讲，虽然荷伯兹海峡已经开放啦，总是只永远袂转去战争进程嘅状况。当时，川普伫北京甲伊朗警告，若是因做袂到，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另外，拜以美国财政部发布60天的制裁免除令，允准伊朗的原油也有石化产品伫咧8月21进前会使用美金来交易，甚至直接出口到美国。针对伊朗解除资产这件代志，其实美国政府有另外一款暗算。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对这件代志，伊朗央行总裁讲，德乌兰并无义务甲美国买农产品。那 BBC 嘛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否认 IAEA 核查人员会重新转去到伊朗。那么针对美伊战争的细节，美国嘛开始甲台湾各国来做沟通。国务卿罗比奥上紧伫即礼拜会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也个巴林出访，这嘛是2月2日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罗比奥头一届出访台湾。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再来看这英国首相施凯尔面对着党内叫伊落台的声音，昨伊是家己来宣布请辞啊。伊所引出来这工党呢，伫9月初一国会复会进前，就爱选出新的党魁，这嘛是英国最近这10党内第7个首相。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英国执政的工党顶个月伫地方选举输甲真惨，首相施凯尔捌表示，为着维持国家的稳定，会继续做。也毋过顶礼拜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伫国会补选大赢，情势虽出现转变。伯南互人看做是会当引带工党继续执政的上联盟的人选，正做互施凯尔请辞的最后一个原因。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urn the tide, to make the country feel like it's working again, to make people see that politics can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to make people feel hope again. 工党内底有上百位国会议员呼吁施凯尔落台，包括内政、外交甲交通大臣等等，拢有加入。有媒体报道指出，施凯尔伫甲内阁大臣、顾问甲工会领袖等人讲话了后，认为家己已经无通继续留任。当当局界咧摇的时，伊伫8月主动提出请辞的计划。也毋过，伫伊还未表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大声伫社群媒体打文，有过施凯尔会是首相的职务。川普也阁批评伊甲移民甲能源这2件代志不好海气。也若施凯尔请辞落台，代表英国会迎来10党内第7个首相。目前接手的人选，大家拢讲就是伯南。若准党内无其他的挑战者，安尼伊就会顺利接班，完成施凯尔剩的任期，会做到2029年。也毋过，若准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等人有意思要出来争，且摕到81个国会议员的人数，安尼工党就会举办选举。目前时程定伫7月底到8月之间，新的首相有通伫9月国会复会进前入去同仁家。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也那今仔日嘛是英国脱离欧盟公投的10周年。顶礼拜呢，有民众是惊石头头，要求这政府得互英国搁转去到欧盟，因为迄当阵离开欧盟所带来的影响，伫过去这10党内呢已经渐渐啊出现啊。也毋过其实直到今，这社会也是无共识。This means that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万年已经过10冬啊！这场民意的展现影响真深，到今也有真侪事尾。英国 YouGov 民调指出，即马有60%的民众认为离开欧盟是错误的决定。在公投满10周年进前，数百名民众20行上街头，举欧盟的旗仔，对脱离欧盟为英国带来的困境表达不满。因的诉求就是重返欧盟。It has been dreadful for the country. Many of us knew at the time that it would be, and should never have come to pass. The only place for the UK to be is to get back to Europe. 迄年脱欧派主张离开欧盟会当互法规透放，为企业减较济税。老欧派是认为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后来事实证明，双方的假设拢只是部分正确。不过经济学家大部分认为，脱离欧盟确实互英国的经济规模缩小 ，GDP 的成长率嘛比欧盟较歹。The UK economy is clearly weaker and small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bsence of Brexit. There's a lot of debate about how big that impact it is, but it is certainly several percent of GDP, several percent of our national output. 脱离欧盟对英国政坛影响就较复杂。为了完成脱欧协议的谈判，英国小连线换几位首相。不过后来英国执政团队陷入危机，互人逼宫，阁有 BBC 一个恶性循环，以及极右派声音出现，嘛互人认为是开脱欧的先例。不过真侪问题可能原本就存在，脱欧只是互问题现形。Some of the phenomena that we observe in the UK, like 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racist and xenophobic parties, is also very much true elsewhere in Europe.
So you really can't blame it on Brexit. But I think Brexit has clearly aggravat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UK. 英国是头一个，嘛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主动要求离开欧盟的国家。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正面也是负面，可能佫需要佫较长的时间的观察。后续应该佫会生真侪事尾。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等来关心咱国内经济消息，这台股呢昨收盘是真水，因为今仔日盘中又佫创纪录是起到48218点，也毋过后来说因为大家拢咧卖股票，所以又佫跋转来到47310点嘛。监管业是提示讲，这股市呢是有起有落的，所以民众都要斟酌来评估财务，避免风险。美国甲伊朗协商的情势一直咧变化，美国股市就有起嘛有落，二三大股嘛对咧受影响，一开盘冲起伫47795点，盘中上悬到48218点，也毋过尾也就落落来，上加来到47163点。若台积电开盘是2580块，盘中上悬2535块，尾也就起无遐济，以持平盘。附近的亚股状况嘛是差不多，日经指数开盘就冲起伫72404点，盘中嘛是落落来。若韩国股市开盘嘛是冲起伫9175点，盘中同款嘛是落落来。美国的股市的科技股是比较震荡哦，那其中 Google 是跌了5%多，那SpaceX 哦也是跌了16%哦，所以这边也是造成美股的波动，影响到台股。那第二个就是说筹码面哦，在融资余额哦，昨天是达到那6000亿是历史新高的水位。专家观察，即摆外资咧调整，佮加上有一寡人已经趁钱就卖出去啊，造成绩效起起落落。不离个最近股市安尼热喷喷嘛，已经互一寡人身躯顶已经派4种的债务。有券商的主管就观察，有一寡投资人伫咧市场顶悬心肝真大，更关愈开愈大。嘛提示讲，若是拄着长头的风险，毋若爱去用弱小，甚至爱按月去扣薪水。券商佫会使对违约的客户收上悬7%的违约金，刷落来佫爱面对刑事的责任。另外，嘛有97边台调查15趴倍的上班族，讲最近有同事因为股市趁钱离境，嘛有2%的上班族表示，因为家己投资股市有趁钱，决定要洗头路。不管就个人或就整体来讲，都不是好事了。如果大家都无心工作，那造成国内的劳动参与率的降低，甚至劳动力的减少，那会让目前的这个缺工问题更加严重。股市有涨有跌嘛，当你把工作辞掉去完全当个全职的投资人的时候，万一股市跌下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毋是任何人投资台股拢会使趁钱，亲像新威能源，去年因为新南台电、利华风电2期的计划发生财务危机，第三正式落市，一直到6月10日，有31238人手头有这支股票，这就亲像是壁纸同款。另外有不少股东嘛继续关心母公司刷落来要安怎处理，望讲会使替家己争取权益，降低损失。若学者呼吁应该加强金融教育，嘛提醒民众投资做事拢爱顾，莫伤靠势，才袂到时阵痛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国军备战操演第2天，这陆军269呢是来出动军霸驾车甲拖式的飞弹车等等，去到台北港来执行任务，就是为着要防止中国的突袭。专家观察，这国军呢是互前线的部队来熟悉战场的环境，这是有通好帮助提高应变能力，同时也建议爱纳入这无人机的反制手段。伫新北北里的道路，4架军霸装甲车爱伫咧上短时间赶去台北港。国军立即备战操演，来到第2天，陆军269旅负责州北部地区，守备的范围为桃园，包括桃园机场，延伸到新北北里的台北港。陆军用纵风来引带，予269旅演练重要目标的资源，拖式飞弹车做先锋，执行头前干侦任务。军霸装甲车跟队伫咧后壁，迫炮车、勇火战车嘛伫咧后壁咧队，甲民用车辆斗阵行，拢总14架装甲车来到战术位置。我军通过立即备战操演，强化战场经营，以陆军269旅为首模拟共军可能从淡水河口登陆，以及对台北港执行空降作战，部队即刻执行重要目标防护任务。感觉也很安心。对于我们自己的军方，我们还是充满了期待。针对强军要夺取北部重要关键基础设施，建立阵地，要侵犯台北政治甲经济重要核心，国军强化实战化训练，让第一线作战的部队会当熟悉作战的环境，进行战场的经营。专家嘛提醒，部队演练应该纳入无人机的威胁。现在无人机肆虐，然后其实未来这些装甲纵队呢，还要包含后面有1辆到2辆甲车，那上面呢配备各种软杀跟硬杀的措施，软杀的设施包含各种所谓的干扰波，我们叫发射塔好了。那硬杀的话，可能包含比如说机枪、机炮，或是说未来可能的雷射武器。另外，基隆地区同款嘛有部队操演，
陆军管制部练兵一营22日投入战备精神，结合敌人蒙雾地带的侵扰，模拟敌人要夺取基隆重要的港口，官兵实施车辆的伪装、警戒、超吹，提升官兵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昨暗时因为有人呢交易毒品，结果全起冤家举刀啊安尼烧台。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是这个19岁姓寇的嫌犯，伊是嫌毒品价销伤贵，结果互人饲咧甲拍，所以才会举刀啊来攻击。落尾警方是伫咧3点外钟了后顺利抓到人，会照这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救护车赶到位，赶紧救一个倒伫咧路一直流血、强要无意识的人。警方嘛介入调查，原来是有2个查甫人伫咧巷仔内走小玉，2个人又做伙摸一拳、争一拳，其中一个人摕会使拗的刀啊，为对方的腹肚堵入去，了后叫车走咧旋。我听到吵了完个声，就打开窗户看啊，大家就吵架吵到这个，从那个肚子流了好多血，出来手没有看到的时候。很多警察在那边，我以为干嘛？然后听人说毒品交易者，他可能连刺了就跑到那边，跑到那边。代志是伫咧新北市邦桥发生的，警方调查2个人互相熟悉，22日暗时9点外，约伫咧超商外口做毒品依托米纸的买卖，毋过买人用话加价，加讲价销伤贵，去互买人空手摸落去，伊嘛去甲摕刀仔甲堵。双方是因毒品交易而产生交易纠纷。被害人遭许贤言语消遣，暴怒后追打许贤，扭打过程中，许贤持刀刺伤刘男的腹部。嫌犯敢若19岁，走3点外钟，伫永和去互警方抓起来，所尾会依照杀人未遂等罪移送侦办。受伤的这个38岁查甫人，还阁伫咧家护病房观察。不过，国内毒品的问题是哪来哪严重，这摆更较大胆，伫咧街头买卖，朋友溪空变面无讲情，才来引发杀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毒品甲电子烟的，常常是安尼透做伙。国健署统计，其实全台湾已经有4万个青少年咧食电子烟啊。因那行政院嘛拍算要推动校园第5级的保全，卫福部另外嘛有提出这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这礼拜是会送去行政院会来讨论。若准落尾这修法有过，安尼未来有电子烟载具的人，上悬会罚到10万块。电子烟已经加做校安危机，虽然目前法规全面禁止使用电子烟，不过根据国健署2025年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有4万个青少年咧食电子烟，显示电子烟伫青少年族群是真普遍。行政院拍算咧校园推动第5级保全，安那烟害防治法修法，按算伫这礼拜四上行政院议会讨论，头家要针对有电子烟载具定出并开法则。国中生的吸烟率跟国中生的电子烟使用率，确实电子烟的使用其实已经比纸烟高哦。那高中职的吸烟率大概6.2。那我们电子烟的使用率大概5.1。国健署拜二开记者会指出，新型的烟品常常利用时机现象接近少年人，甚至高中生食电子烟的比例比传统纸烟更较悬。针对该烟的议题，国健署表示，政府有管道提供电话甲咱的资讯，全国有约2900间的医师机构，通提供该烟的服务，而且有3成的人成功透过话教改除食烟的习惯。持有的部分绝对是新增的啊，持有的部分是新增，是因为以往呢可能就只有针对使用有做一个2000到1万的行政罚锾，那现在呢在持有的部分，原则上我们现在的规划大概至少是3万到10万。那个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国健署表示，若是通过修法，只要民众有电子烟载具，上悬会罚10万块，而且会没收。另外，草案嘛研议加严规范，甲电子烟的输入、制作、甲销售为行政法改做刑法。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全教总是来批评教育部讲校事会议新制呢，只是表面看起来或者投诉量有减少尔，实际要是造成老师真大压力，所以认为应该来废除校事会议，有重大案件才来启动调查。也毋过其实有家长团体是认为讲，这校事会议就是囡仔求助的管道，这条线袂当断去。
研究修订学生辅导管教注意事项，发文地方教育局处督导所属的学校强化教师的离散权。教育部最近提出几项支持措施，回应教育现场的困境。不过，教师团体表示，目前校园上大的危机是校事会议制度，已经哪来哪先有申诉的调查，有调查的纠结的运作逻辑。可能是催促他写作业，这一些还是要回到考核去跑这一些程序，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只是不是校事会议的调查小组，而是考核会的调查小组，一样跑了3个月，老师一样受不了。全高中表示，教育部强调真济摆校事会议申请，要互投诉量甲正校事的拢减少。不过只是表明降落来其他的投诉，嘛是会经科学会调查。老师是打当打，主张废除校事会议制度，重大案件才启动调查。现在教育现场的老师真的有如惊弓之鸟。一个教室若没有快乐的老师，你要老师如何去形塑一个让孩子能够安定、安心学习的场域呢？不过，民进党立委林岳钦表示，无支持废除校事会议，应该等去看制度设计的初衷。处理不适任的教师，校事会议无应该是摕来大炮拍出个招啊！所有的重大不适任的要依法严办，可是，一般亲子沟通、教学风格的差异跟行政考核，应该回到前端的行政协调跟辅导。教育部已经表示，真济摆7月会来分析检讨校事制度，不过无讲到要废除的代志。对此，全高中认为教育部目前爱使做的是一开始就提供公费的法律协助，减少老师的焦虑甲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的溪口乡有一间780栋的米甲，互厝边甲投诉，讲平日咧收七的时，这民众厝内底呢都有真侪米糖，而且长期阁有噪音甲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业者是回应讲，目前是一个月有低糖2改啊，嘛会改进这个设备，希望当减少对厝边的影响。厝家翕到米甲的厝顶有烟囤排出的状况，阁有厝内四界拢看会到的米糖，甚至连婴仔的身躯拢有。住伫溪口边顶村的民众讲，这拢是附近一间老米甲造成的污染。只要因开始收七啊，米糖、噪音和空气污染，就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噪音最严重，它这个工厂碾米厂几乎是这里唯一的噪音源。衫拍伫外口吼，拢咧切啊烟啦，衫裤拢这样切的拢会焦。都会跑去他身上啊。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因为这样子不舒服、发烧啊，找不到原因啊。面对附近住户的不满，业者嘛是出面表示，因伫溪口已经经营3代，为传统的米甲豆豆来转型，已经逐个月拢有请人来消毒以外，嘛有增加降低声音烟囤的设备，讲到嘛有设置风筒的网啊，若是做无到的所在，会继续来改进。做不好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寻求很多的专家来协助我们，在有限的资金里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做得不够好，我们虚心再改进再整改，再让它更好。附近的民众讲，米甲只要一到收七的期间，都会造成因的困扰。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业者有想要改进的意愿，会继续来协助辅导。环保局是指出，有遮多民众的投诉，拢有到现场稽查，若是业者有违反标准，拢会来依法告发。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好，这几天啊，这天气真热热，佮加上顶日啊有落雨，所以环境湿湿，蛇就安尼开始踅出来啊。屏东县今年1月到5月呢，已经有超过1000件的掠蛇的通报，这数字是平去年同时间佮加超过3成左右。有不少民众是讲这蛇弄入去因兜厝内啊，所以拜托这村长到通报，请县政府派人来掠。这即马要掠蛇啊！你看伊只蛇。米粒啊，离咱的门村哇，等下，你看啊，哎呦，真长咧！你看这只蛇，用叶仔看看甲蛇刷出来，臭青母虽然救做一丸米伫壁边，毋过感觉袂细买。居民看到是险啊惊死。屏东的盐埔乡盐南村有民众通报，厝内有蛇出入，村长接到村民通报了后，赶紧敲1999寻求协助。掠蛇的人到位，甲即尾走去人兜的瘤仔顺利掠起来，居民才总算透一口气。落雨啊，落真10天啦，即马这瘤这蛇吼，较好走的人的厝内啊，伊要较有当食，较有当味啦。嘛无伊咧要食了，乌白蛇，伊迄蛇拢是安尼啊。那你要陪底，我安尼要
困的都倒出来哦，实际上，蛇走去民众厝内频率确实有变侪。根据县府农业处统计，今年掠蛇通报1月至5月就已经有1000多件，比去年同期693件加3成。6月已经有130件左右。用统计数据观察，逐年3月过后，气温渐渐变悬，蛇就开始活动，通报掠蛇的案件就会增加。到6月17号为止呢，通报件数大概来到已经接近1200件，确实是有较去年稍微变多。那农业处这边呢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蛇入侵住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慌张。农业处提醒民众爱固定时间拍草，避免杂物仔积掉咧。放外口的桶仔爱加盖挂，减少柳仔味的所在。万一看到蛇，爱保持冷静，千万唔通家己掠，也是甲赶。随卡119、1999、1959，会有掠蛇人员到场协助处理。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好在天气烧热，真侪人拢真介意去耍水，也毋过千万要爱注意安全。伫咧桃园市复兴区一条野溪仔呢，短短3天内竟然接续发生2件渡水死亡的意外。头先是6月20，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昨又搁有一个17岁高中生，哪像或者暗流甲降落去，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消防人员伫溪底一直咧找人，桃园复兴区的野溪少年所发生有人饮食的意外，短短3天就2条少年的性命无去啊！有2起溺毙事件，都是年轻人，怎么看？很难过，也很惋惜。那父母一定很伤心嘛。你自己在戏水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什么吗？就是尽量不要往里面走，然后会跟家长一起进去，就不要自己单独行动。这个月20日，住伫苗栗20岁查甫大学生伫流下沟深水园区跳水淹死了后，无想到伫咧水头差不多2公里的游下云水墙，佫发生悲剧。一个17岁姓陈的查甫高中生，甲2个朋友做伙去耍水，好亲像是去互暗流夹入去。若去用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送医了后，犹原宣告不治。于12点41分，潜水人员寻获溺者呈欧卡状态，交由救护人员实施急救后。就近送往责任医院，详细溺水原因交由警方调查鉴定。热人真侪人拢真爱去耍水，游下云水墙，互人讲做是铁木水墙，真侪网络拢真爱甲遮讲做是一个真秘密的景点，声袂少游客爱去遐，毋过这是真危险，现场早就已经彩排，大家讲袂使落去耍水。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针对发生事故的所在，警方强调早就已经封起啊，民众千万唔好入去。消防局表示，遮最近这3天拢无发生耍水死去的案件，若最近少年煞出代志，除了会加强宣导，嘛佫一摆呼吁民众，若是热天要去耍水，一定要选择合法、有救生员的所在，千万唔好摕家己的性命讲生笑。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使用这台湾 Pay， 结果呢有诈骗集团是讲爱甲这付钱的 QR code 传予伊就是为着要甲你偷入卡片。目前全台湾已经有超过1300个人受害啊！即马银行就是要求各银行单位呢，伫7月底进前，都爱有一个机制，阻止用手机甲这 QR code 掠盗落来。警方争取时间，直接去超商掠人。来手机啊！掠到这一位还袂还，另外一间超商搁去掠。全台警力总动员4日查获117名车手，拢是为万古早期被害人手内摕到行动支付付款码，手伫条尾4号伫超商结销投入点数。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敢若台湾配用户就有1300多人受害，本来只是要开几百块的消费，电脑行引导截图反翕，交付付款码损失1万起跳，投入的总金额超过1.3亿。将来这会当去甲诈骗车手讨赔，敢讨会转来充满变数。任何的一个付款码，任何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消费的过程中，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凭证或 OTP 密码，算是使用者自行输入，然后把款项移转的一个行为，就没有办法是主张你是可以追回这些损失的一个条件。
其实唔拿台湾配，警方说明，全台几啊间银行所推出的支付工具，也把有类似的套路案件，面对一直有这类的诈骗，金管会银行局已经要求金融机构7月底进前，爱设定机制，专门主动付款费制度。这样就他们会用系统上去控管，就是限制不能够截图或者是荧幕分享。我们是要求最慢7月底以前要完成。现在的诈骗好像主要就是透过台湾配的这部分，所以财经这边就是已经统一要求3分钟缩短成1分钟。虽然已经有真侪项的作为防止付款被套路，也不过银行局讲，目前对翻译也是无防制方法。有专家建议电子机构建立系统，分析用户的异常消费，若出现异常真悬金额的交易，才会当随发现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目前这全台湾收10万张的假停车牌，这当中有9成拢是伫6都车行的手头。那总有人要挖车行来挂牌，安尼台中一块牌呢是花价35万。即马交通部是有个修法，禁止车行摕这来趁钱，违规的人就要罚9万块，上紧8月就会实施。想要驶客停车无遐尼简单，因为真侪驾驶人真情。车行向客行驾驶收牌照使用费、甲权利金，抑佮其他无合理的费用。即马交通部复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91条之一等相关法规，禁止车行不当收费甲牟利。牌照的问题比较难，因为都在一些车行的手上嘛，有些地方可能就几万块，有些可能是10几万吧。目前全台差不多10万张假停车牌，甲今年5月底，全台假停车登记数量差不多92303台，9成集中伫6都，其中将近6000张空车牌掌握伫车行手头。因为牌照数量登记无检讨，产生空车业遭到部分车行把持。原本免费车牌驾照有价商品传出台中一个车牌花价35万。对司机较有保障啊，甲袂去用保释迄个金钱啊。照交通部即摆规定，想要申请个人假停车无简单，除了爱满30岁以上65岁以下，爱符合驾驶经历、户籍加职业资格规定，也免负重大犯罪记录、重大交通违规，爱连续有经验小客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满2年以上。本人也免经营假停车客运业。现在的车牌数这么少，今天要去挂牌的司机，为了要有牌照，很多时候即使车行去提出了违法的一些条件，很多司机也不敢出面举证。明确禁止收取未经核准或契约未约定费用。如果查有不当收费的情形，主管机关除可以命其停止收费外，并可要求退还超收款项。交通部表示，为避免空车牌登记无利用产生交易问题，将牌照退保年限为3年减少做1年，上低等限1年。若修法顺利，上紧8月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这董事长的集团主唱炭坑仔囝吴英杰，伊做音乐要30档的时间啊。去年是以老爸这炭坑的故事来出头一块个人的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今年是入围4项金曲奖的肯定。饮可是开始无啉，无啉你就袂甘心。艰苦钱就爱看换开，明知唔知会伫代。做炭工上惊有名谈无名开，董事长集团的主唱吴英杰，以老爸较早伫随风做炭工的故事，创作个人的头一张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会号这个名，就是因为炭坑定拢是4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真侪炭工是无穿衫的。吴英杰嘛用音乐写山戏的职业伤害，写炭工为生活打拼，嘛甲炭工的话语变做歌。用就是啉好死较死，无啉你就袂甘心。乌炭无甘心吼，就会较危险。炭坑仔囝拢无帮爸爸写过歌，就开始想讲，有机会会使来写一张炭坑的专辑。其实以前火车起行、发电也是煮饭，拢爱烧土炭。炭工会使讲是国家的无名英雄，入坑的风险真悬，性命拢寄予土地公，会当平安出坑是上大的愿望。吴英杰讲，真侪炭坑仔囝拢已经活出无共款的人生。爸母有关系的欢呼平安上要紧，伊嘛甲写做囡仔一个听就会晓对咧唱的旋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时顺时。
高英杰出道要30年，做真侪台语歌，嘛感受到台语传承的危机。伊认为母语要伫生活中更正重要，所以毋若开始写台语囡仔歌。这几年的创作嘛，拢用台文书写。即马少年朋友有开始慢慢愈来愈侪人用教育部这个系统嘛，我看这是一个，因为你语言咧久啊，文字看久你就变会晓看，互别人想要去学台语的人会使更较侪会使去接受的。痛苦咱的兄弟这张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4个奖项，伊嘛悄悄讲，若有得奖，奖金要含老爸一人一半。高英杰毋但是为老爸为炭工创作，嘛为台语的未来留下脚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国立历史博物馆台语数位绘本《云游博物馆》是来入围国家级第50届的金鼎奖数位出版奖。台语顾问黄文俊，伊是讲这台语呢是咱生活的语言，就要提升咱各方面使用台语的机会。一阵鸟仔飞过来，要邀请猫咪、高山仔、甘维花鹿加入边的红彩舞会。台语绘本咧讲，猫仔、狗仔、甲鹿仔晒指甲变做云，去书博馆写文笔的故事。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70周年头摆推出线顶的台语数位绘本《云游博物馆》，会当甲观众文笔互动，用台语小解文笔。彩绘舞基用12仙跳舞翁仔。一周2仙2仙，那它会在哪些文物当中来流连呢？清代的花鸟刺绣横批，然后还有马白水的那个太鲁阁，用传统的文物带入现代的台湾语言，然后作为跟亲子互动。官方讲推出线顶台语数位绘本，毋但是希望互民众认捌文笔，嘛增加观众接触台语的管道。那云游博物馆的台语顾问讲，透过出版品展览点点现代方式呈现台语，互民众了解台语毋是古早的语言，是现代生活但不时会使用的语言。台语的出版品啦、导览啦，还是讲结合文物的物件会出现，家长还是讲咱的学生来讲，原来这台语毋是古早话，伊是伫咱的生活中不时会出现，安尼伊才会有较强烈的迄个。学习动机。另外，云游博物馆嘛入围国家级的出版奖，第50届金鼎奖数位出版奖。官方讲会继续扩大博物馆的公共性，和艺术甲典藏文物，用更较多元的方式，互民众看到。记者高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好，其实咱拢知影讲，这帕金森的患者呢，行路袂知，而且定定会跌倒的。伫咧瑞士是有研究团队利用 AI 的技术来发展出新型的脑刺激的疗法，这患者行路跌倒的状况也有影改善真侪。画面中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每一骹步拢行甲摇摇摆摆，这嘛是传统深部脑刺激术无法度完全解决的问题。过去放入去大脑深部的电极，敢来当用固定的频率继续刺激，减轻皮皮喘或者是骹手伤硬问题，也毋过改善行路袂知，这效果真有限。Symptoms that do not respond as well as we would like to, and among others, the symptoms that usually don't respond so well to DBS are what we call axial symptoms, so symptoms affecting the whole body, among which you have gait and balance problems.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团队就利用人工智慧研发全新的脑刺激的疗法，利用40位患者的资料去训练 AI 演算法，精准辨识大脑当中甲动作有关系相关信号。若是侦测到患者的动作改变，伫短短几秒钟以内，就让即时调整出上适合的刺激强度。If my patient is walking, we're going to go and stimulate the best possible for walking. When my patient sits down and starts eating, we're going to deliver the best stimulation for that. 这上新的研究刊伫咧自然医学的期刊顶悬，研究团队讲，新的疗法上介厉害，就是会使按个人的状况去调整。For the 4 patients, I insist on the personalization part. So far, this allowed them to walk better and to be more stable, to avoid falls, and this kind of things. 研究团队坦白，这新的疗法需要进一步改善，也搁长时间的临床检验。毋过嘛已经互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如果讲会使顺利来推广，凡是会使互当年承受帕金森氏症之苦的人，重新找回来稳健的脚步。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要那下晡晡的天气，稍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台湾各地又搁有平烏。金門、馬祖大部分攏是好天，濟雲，高溫稍熱。
过到山区下落一寡短暂雷阵雨。然后明仔载台湾各地甲平湖嘛是好天坐云，高温烧热的天气。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